发现台南公园金龟树专辑2010年的热人，我家己一个人坐车来到台南，到位的时已经是中昼，炎天赤日头，离含人约束的时间还算真早。落车的所在就伫公园边，时间还阁亮亮，无就来去行行看看咧。入来公园无偌远的所在，看到即丛树仔，伊的外貌引起我的注意。食到即把岁数，也毋捌看过即款树仔。对树头看去，树花还算真勇健，树叶仔嘛算幼剪青扁扁。当在好奇的时，行脚入去遐，阁有一丛、两丛、三丛。哦，哪会遮济咧？尧是岁月的记号，流是智慧的发自。台南人真好命，因有即款物件。目前台南嘛是全台湾有上侪金龟树的所在，当时伊叫做金龟树。你敢捌听过？金龟树是17世纪荷兰人引进的，当时台南就是伊头一位落地生根的所在。倒手边是鸟青，正手边是金龟树，两丛相斗阵。人讲尻川竞做伙，就是安尼。含人比起来，安尼有大丛无？遮嘛有两丛，搁较晚咧，看较清楚。有一首歌讲：老树发新枝，枝枝向上天，就是安尼。毋过是安怎会号做金龟树呢？原来是咧讲伊的叶仔是生做双双对对，亲像金龟展开的翅。你看出来袂？金龟树伫台南已经几落百年，点点伫遮，点点伫遮。你敢捌来甲请安，行骹到尾？尧是岁月的记号，流是智慧的发自。即丛金龟树真悬哦。遮嘛有一丛，莲花池边有人坐伫椅仔顶咧开讲。遮的金龟树徛了忝啊，摕点涂骹休困。即丛金龟树会讲：哦，我敢会倒去？你哪着甲我吐拐仔咧？即丛搁较大丛。后回恁若对台南公园经过，爱记你入来看哦。府城的宝贝金龟树。